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2020年是一个不好的一年，大家都过得很闷，但活着就还有希望。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！ 扭转乾坤，扭转乾坤，暑气同乡，好运连连，多如牛毛，牛运吉祥，平平安安的发大财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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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恭喜恭喜！要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哦。